讲平安真欢喜看到你，平安真欢喜看到你。咱要开始进前，咱来感觉咱足有福气的，因为足侪人伫世间落落落落，但是咱却会当伫清早的时阵，会当来到遮祈祷，来遮学到咱的主。特别咱这段时间是早祷的时间，不管你是伫线顶，还是伫现场，上帝拢平平赐福咱。咱是有福气的人，所以咱爱抓牢这个福气，向上帝祈祷。咱要开始进前，先压头来祈祷。爸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名无煞。你是阮的上帝，阮要尊重你的名。阮感谢你，诚做阮的天父，感谢你拣选阮每一个人，诚做你的百姓。主啊，伫各种的患难中、困难中，也是欢喜的内面，阮拢要学了你的名，因为你的名堪得学了。你是阮的帮站，你是阮的管台，你也是阮的避难所。你阁是扶持阮的主，我要时常来学了你的名，我要常常伫你的内面得到快乐。哈利路亚，感谢你，赏赐祈祷的官兵伫内面，互阮清早的时阵会当伫遮来成做一个大道勇士，为着家己，为着教会，为着众人的需要来祈祷。阮将阮今仔日祈祷的时间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上帝亲自高抹阮，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座位，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阮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三甲来吟这条诗歌，我的上帝，我的王。上帝，我的王啊，我要来学到你的名。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字。耶和华你是大。有大恶人，你的大无满切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学用你大权柄，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来尊重你的名。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你是大，是有大恶人，你的大无完全多，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学用你大权。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咱来看一段圣经，咱来看一段圣经，伫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6节，咱做伙来念。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冠，我要永远学了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了你的名。扬花试大，应该受大的无乐。伊的大到无法
代要对迄代学了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大官的事。我要真正想你尊贵荣光的威严，甲你奇妙的所做。人要忘记你行兄的事甲大官的，我也要保养你的志大。感谢主赏赐的话语，互咱知影，咱的上帝伊是至权至大的，伊就是掌管咱生命的上帝。所以，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来学了咱的主，学了咱的主，伊伫咱的生命中的每一个作为，兼才是困境，兼才是试炼，但是咱开声学了的时阵，主要将迄个能力甲帮赞赏赐予每一个人，咱开嘴来学了。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你是至大至圣至权的王，我们永永远远学了你的名无煞。主啊，你是我的主，我们永永远远学了你的名无煞。是感谢你，我们每一个困境当中，你帮助我。感谢你伫我的生命中，真侪我的快乐的来源。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所以咱来下面几项的来祈祷，咱来为着咱个人家庭来祈祷，为着咱个人的需要，咱的身体的健康各项的挑战，为着咱的家庭和谐，厝内面人的平安、健康、经济稳定来献上祈祷。咱做伙开声，哈利路亚，主啊，愿意为着个人的需要献上祈祷。主，你是阮的上帝，是阮随时的帮助。主，我要较深倚靠你，我依靠你，你是阮的天父，阮伫内面要得到帮助，得到快乐。主啊，将阮每一个家庭拢享受你主的平安和带领，感谢你，感谢你。咱所只为着教会内面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甲肢体来献上祈祷，也是陪伴的厝内面的人嘛真重要。咱为着因来守望，咱为着教会中待业也是经济困难的兄弟献上祈祷。咱嘛为咱身躯边坐伫你边仔的兄弟姊妹家庭来祈祷，为每一个富强教会家庭献上祈祷。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知影病痛给阮的喜乐，但是主啊，你是阮喜乐的来源。主啊，将医治喜乐赏赐伫每一个病痛的兄弟姊妹内面。主啊，困给你赐了信心快乐互因常知，主你是因的拯救甲医治。主，我嘛将兄弟姊妹待业也是经济困难的，特别仰望伫你的手。主，你是因的上帝是真拯救帮助，每一天来彰显。愿主赐福阮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互每一个家庭因为跟对你、信靠你，因有时嘅快乐。主，阮祝福每一个家庭，就是主耶稣，我给你祝福每一个家庭。哈利路亚，是主耶稣，主耶稣。所以，咱来为着咱所听的台湾来祈祷，咱为着台湾所徛起的所在平安来祈祷，为着常常会发生的地动灾害的修复，地动的时阵，主赐咱平安的心，安稳徛在伫咱所大的所在。咱嘛为着台湾国际地位甲台海关系平安祈祷，也特别为主的福音伫台湾每一个所在来传遍。好多百姓偶像崇拜迄个迷信，同心祝福台湾的百姓来认捌真理，咱做伙开嘴祈祷。
上帝带领咱的教会未来的道路甲方向。咱嘛，第二为着咱的兄弟愿意和主使用，热心投入教会各项的服侍，热心参与查经班、门徒课程。第三，咱为着咱为3月初10，就是明仔载开始所进行耶稣受难前的连锁禁食祈祷来守望，希望会当较侪人参与这个禁食祈祷。咱的禁食连锁祈祷是规年的4天的祈祷，毋是干那这40天的祈祷。所以，当你投入伫这个40天祈祷的时阵，你就是咧祝福咱的教会，你就是咧祝福咱的国家，祝福你身躯边的人。所以，你若还未去签名，欢迎你去签名，来为着教会复兴，为着伫这个耶稣受难前，成做一个水的祈祷的梦。为着咱牧区团契所举行的每一项的福音活动来献上祈祷，咱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希望感谢你，希望圣灵是叫教会伫这个所在，我今日就福音教会，我是教会面，今日我参圣礼的时阵，我会当更较福音，我哋姊妹的心更较坚定，为主你来传福音，今日更较侪人投入伫这个福音的时间内面，主我们好我们阿兄，我礼拜开始，是连锁的禁食的时间内面，真感动这个人的心来参与祈祷，互阮去明白主你的心，主啊，互阮区每一个团契所进行的活动，凡是计划，拢有上帝引带来带领。煞接，咱要来为着咱今仔日2场的礼拜来献上祈祷，为着夏牧师今仔日的讲道，为着咱兄弟姊妹礼拜的时阵有敬虔的心，为着咱的服侍团队有合一的服侍来祈祷，特别会为着主日学，还有即马咧进行的查经班、门徒课程，都献上祈祷，求主完全来带领咱今仔日的服侍，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将阮的牧师搁即摆用王你的手，使主你的圣手来引导阮的牧师，将圣神较侪充满伫伊的内面，互伊所讲的祈福，伊的透放的信息，拢会成做阮的帮助。主，阮能求你，互阮有一个敬虔的心，互阮会当敬拜内面，搁即摆甲主你来相拄，做阮团队拢有合一的服侍，每一个服侍拢有主你的带领甲引带，主你是阮的大牧者，阮主日学查经班、门徒课程，咱每一个拢有成做主你所欢喜服侍，感谢主。煞接，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咱的富强教会是上帝的家，真理的调酒，是应发出正的健康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阿门！请咱起立，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敬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耶和华你是大，耶和华你是大，你是大阿罗，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一代，阿罗你大权威，保佑你大权定，你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将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主。咱来用
4篇146篇甲150篇来宣告。因着俄勒耶和华，我的心啊，因着俄勒耶和华，我一生要俄勒耶和华，我用我的心要唱歌俄勒我的上帝。囡仔有喘气的，因着俄勒耶和华，因着俄勒耶和华。做我来拍拍俄勒咱的主。大声俄勒你，大声俄勒，我要来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声俄勒你，我要来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声俄勒你，我要来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声俄勒你，拍鼓，拍鼓。我要来大声俄勒你，我要来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声俄勒你，我要来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声俄勒你，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声俄勒你，我要来举起双手俄勒你，我要来大。真好，好，互你的心喜乐。煞接咱继续来敬拜咱的主。我
将你的手举起，学到咱的主，我尊重你，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过万名。你的国度填满你全地，和平圣洁，永远彰显。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过万名。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和平荣耀永远尊贵。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和平荣耀永远尊贵。所食咱来吟新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这声和乐唱主之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高海。上帝至尊至高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圣拢敬拜，免有感恩尊严，奉献你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你着了敬尊，出声感谢，永远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应是和乐上帝慈悲。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万世代，和乐三位是独一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主你是全能的大主宰，阮对心底唱出尊荣、乐乐、荣耀你的歌声，是因为我要伫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来到你的殿里，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也仰望上帝你的恩典，看见主你奇妙的创造，互阮对心底通投靠伫上帝你的面前。知影你是万有的主，你是赏赐救恩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当阮伫你面前谦卑算甲笑的时，阮实在是何等的恩典！伫万人中，你拣选阮，互阮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也享受到天顶来的祝福，享受到这个救恩甲顶头生的快乐。主啊，当阮看见这个，阮就知今仔日阮会当到你面前敬拜，这是何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甲疼，阮才有这个福分。所以愿阮对心底唱出感恩的诗歌，对心内来唱出阿乐主、仰望主、领受祝福的诗歌，也愿主你的荣耀伫这中间显现。愿圣神的掌管，互每一个心思意念
拢有上帝你奇妙的带领。愿阮的敬拜归荣光日主，众人拢得到利益。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开声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就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入日子，就叫阮看来迄个歹，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2篇，诗篇第1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做熟道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的名，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也是赐恩典、医治、甲怜悯的主。你看到所有极大的阿罗，天顶地下拢要传扬你的名，阮也要高举你的圣名，尊重你的旨意。阮要永远阿罗你的名，主啊！求你赦免阮生命当中所犯的罪过，伫生活当中，阮时常袂记住你的教示。求你搁一摆提醒阮，互阮明白你伫阮生命当中的旨意，除去阮心中骄傲的灵，互阮会当学习用谦卑的心，用心实的灵来服侍你。亲爱的主上帝，你是万项好事好美的源头。感谢你祝福富强教会伫过去所有的恩典，互阮经历到你满足的丰盛，也互阮今仔日会当伫遮来敬拜你、服侍你。总是阮的生命当中有侪侪软弱，求主加添互阮教野的信心甲气力，我靠你的恩典补足阮一切欠缺，互阮会当面对所有的困难。嘛，学习顺服你、交托你，互富强教会伫准备50周年的过程中，会当看见你的旨意，嘛兴起搁较侪同工甲门徒，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阮也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搁一摆认捌你、亲近你，也互阮的生命搁较丰盛。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求你怜悯阮，主求你怜悯阮，主求你怜悯阮。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记载伫诗篇81篇第10节到13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捌带恁对埃及地就来，恁的喙就大开，我就互恁饱足。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以色列拢毋插我。我就出在伊心意，互因照家己所爱去做。我偌年啊仰望我的子民听叹我，以色列肯行我的路。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1章
20节到26节。马大听到耶稣到位，就出去，甲伊迎接。玛利亚犹原坐伫厝内。马大甲耶稣讲：“主啊，你若有伫遮，我的小弟就袂死。甚至现在，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啥物，伊拢会互你。”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会搁活起来。”马大应讲：“我知伫末日搁活的时，伊会搁活。”耶稣甲伊讲：“我是搁活，是活命。信我的人虽然死，还久袂活。所有现在对我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有信无？”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甲行伊的话的人。献诗，请信歌队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点睛就知我是上帝。献诗了后，请学牧师讲道。今仔日讲道的主题是信心、顺服甲交托。在我是上帝。
哈利路亚，感谢主。通过圣歌的诗歌，互咱得到真正更加确信上帝的同在。咱有恬静，是咱知有主通倚靠，有主通仰望，有主的同在。咱要分享主的进前，咱大声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伫这个春天天气变化的中间，阮得到你的固守，一切拢顺遂平安。阮伫早起，上帝你互阮看见日头，天气有小雨，互阮人搁较无受阻挡，来到主你面前，同心自会敬拜。主啊，你是礼拜的主，你是这个会堂的主，也是掌管阮的。愿你的圣神的德工，真正伫阮中间做工，互阮明白你话中对阮所要讲的话，真侪阮的开力，真侪阮的帮赞，搁较是真侪阮的见证。伫你面前，阮要谦卑来领受，做伙来学习，愿你亲自看顾引带。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三甲分享，这个主题有一个连贯。咱就是顶礼拜三甲分享到信心、看见、甲得到。今日咱要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信心，就是安怎顺服甲交托。顺服甲交托。咱有读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要请做咱来明白这个主题一个锁匙。咱经在小等的会做学习。咱头一个要三甲分享的是讲。信心甲顺服到底伊的关系是甚么？是哪有信心的人会顺服？顺服的人是因为有信心。但是咱就是看见，咱的主耶稣，伊伫伊的故乡，就是伊出细汉大汉的所在，就是拿撒勒。圣经有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事实是对4章16节开始，就是记载讲耶稣伫拿撒勒伊的故乡，伊是已经算讲出道啊，就对啦吼。伊较早是伫即个所在，安尼可能囡仔人四过规个城，四过扫来扫去安尼吼，也是讲做伙甲遐个同伴咧生活的。毋过，这个时阵，伊是身份是诚做一个讲道者，是诚做一个讲道者，因为伊有写讲，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伊长大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徛起来要读圣经。伊读圣经就是这段出名吼。咱自然执事有甲伊的这个福音的古典叫做48吼。就是这段经文，伊入会堂，伫伊的故乡，人摕圣经互伊，就献以赛亚书，读起迄段出名的经节，讲上帝灵伫我身上，用膏油膏抹我，互我传福音嘛送向人，差遣我报告受了的得到头棒，青盲得到看见，遐受压制得到自由。听起来是足安尼雄壮威武，对不对？看起来是足。有细面的，嘛是一个起手式就对啦。但是，咱若看规段经文吼，耶稣即款的宣告是充满着迄个信心甲气力的。毋过吼，伊故乡的百姓吼就不这么想啦，因为圣经有记载讲，因这故乡的人对伊阁是无任何安尼心拍开就对啦。那耶稣伊实在家己也未完成哦，也未讲了，伊就先讲一句，就是4章24节。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无有先知伫家己的家乡互接纳的，吼，无有先知伫家己的家乡受接纳。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咱今仔日是要先来想讲。信心甲顺服，耶稣哪会伫即个所在来讲两个旧约的故事？
耶稣先引用以赛亚哦，过来讲这个话先秃头讲啊，先知的故乡无受欢迎啦，讲话改成无人要听。但是伊要讲什么主题呢？伊先要讲这个话呢？而且伊讲这个话了后，讲这个话了后，这个百姓并无改变心意。圣经有记载讲，会堂内的人听见这个话，拢生气大生气，就起来甲伊赶出城。搁伫城的即个外面有一个山，伊要带伊车落去山坎呢。耶稣无惊，伫众人的中间行出去。这是即个故事的背景。咱今日要想的是讲，耶稣讲两个旧约的故事，拢是出名的故事。牧师点你就知影吼。耶稣伫会堂分享顺服来证明信心。这是两个出名的故事，就是以旧约的代表，拄好一对先生甲师傅的故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的先知的故事。伊咧来讲到顺服的要紧，顺服才互伊的信心来得到显现吼。所以咱会当看到信心的人做出来的反应是甚物结果啦？到底耶稣讲这个故事，要互这个会众听讲，恁拢是对细汉就伫会堂的，恁来看看这个故事，恁安怎想？所以耶稣就安尼讲，当以利亚的时阵，天等于是风捌的就对啦天就拢风捌，无有任何的这个云也是雨伫迄个所在就是空旱就对啦空旱。讲遍地有大饥荒。圣经安尼记载是讲迄个所在因为安尼产生真多的寡妇啦。是安怎饥荒会变寡妇，嘛无讲足清楚。可能有的兄弟出外打拼，也是怎出去怎无转来，因为寡妇留伫家乡，这个兄弟出外打拼，就3年6个月3年半呢，所以拢无落雨，无种作，也无生产，就讲寡妇就怎增加起来。伫这个所在受记载讲。因为这个以利亚去到一个寡妇，就是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遐。迄发生什么代志呢？是因为这个故事讲起到一个寡妇，因为顺服这个先知的话，照安尼去做，讲迄个板年的油无欠缺，新热淋到伫伊的身上。能够伊的身上，所以因为安尼，这个故事在强调的是讲，伫迄个抗旱大家拢无通食的时阵，而且这个寡妇是食最后一顿。迄严重是严重讲，我老剩分你食哪有啥？是这顿我若食去，若互你食我就无啊。迄是一个足严苛的考验就对啦足严苛的考验。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用顺服来证明信心，和这个以撒勒法的寡妇伊讲因为安尼因为最寡妇因嘛无信上帝，因为这个所在撒勒法的是伫外邦的所在，所以因无顺服，嘛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救恩啦。只干那咱今日看到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这个寡妇无住伫以色列，是伫外邦的撒勒法。撒勒法就是伫吹罗西顿的南边啦迄个所在呢，上出名就是拜巴力，拜迄个假神外邦的所在安尼。就是安尼，撒勒法的寡妇，伊敬畏上帝，相信上帝，顺服上帝。所以当以利亚来到这个
家庭吼，迄上帝找伊去的啊。啊，遐尼侪寡妇，伊特别拣一家。啊，然后伊甲伊讲：你去摕一点仔水甲饼来互我。这叫做天人交战。临时一个无熟悉的人客，啊，而且佫毋是因共装共作的，啊，是因的对敌伊即个人。啊，走来阮遮，啊，佫要叫我剩即个板里吼，甕仔内底都无剩无偌侪面粉啦，哭哭悄悄的麻辣有够人食一顿，因为迄个寡妇讲，啊，即顿食食吼，啊要生要死就不在意啊，迄种意思啦。啊，所以即个寡妇吼，无因为安尼就失志，就怨叹，就见怪即个人客伊利亚。伊讲我无饼，只干了一点仔面，甲一点仔油。我现在咧抾茶，要为着我的囝做饼。啊，我食了吼，啊要死就要死啊，就无法度啊啦，无通食啊，安尼就对。但是伊利亚安那甲讲，讲你会当照你所讲的去做，只要先为着我做一块仔细块饼来互我一点仔水，一碗水。那安尼，我甲你讲，你甕仔内底的面粉袂减少，板里的油无减亏，直到耶和华好好降落迄日，兄弟姊妹，伫迄个寒日绝境，一个青疏人来到伊面头前讲，会安尼会安尼，啊最后一顿啊先互我食，兄弟姊妹，若是甲理性，你会接纳袂？你我当接纳无？迄就是一个真极端的条件，啊，即个寡妇要哪回应伊呢？但即个说了。法的寡妇伫完全绝望的情况下面见到伊利亚。伊利亚所讲的话，差不多是超出伊想象，也是伊原来的环境都无可能想象的。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这个寡妇犹原相信。有时我咧想讲，一个人行到绝路啊，啊，剩无两角，啊，一个去遮来甲你讨，讲啊，我都无人食，你敢袂当互我？其实有个人会变做伫即个时阵吼，圣经是记载讲，即个寡妇有信心啦。啊，若是另外一种的想法，有可能是讲，啊，差都差无遐济，差一顿啦，要死先就死的，即顿互你做好事就好啊安尼。但是寡妇伊是选择相信，选择相信。所以，撒利法寡妇用信心甲顺服的态度。无顾着家己的囡仔，巴肚枵伫遐咧啼哭，伊做饼来互伊利亚来食。兄弟姊妹，用信心来顺服，无简单啦。因为信心的前提就是讲，你看会到，啊，你相信后壁的代志会发生嘛。啊，你若无法度预料讲伊确定会发生，你就无信心嘛。啊，所以要用信心过来顺服是无容易的。所以寡妇讲做饼好，交代伊利亚食，也互伊啉，因为安尼讲顺服带来祝福，伊的顺服，上帝祝福就临到。圣经记载讲，伫即个抗旱3年6个月，3年6个月哦，毋是3工哦，讲伊。伫伊甕仔内底的面粉无减少，板里的油嘛无欠缺，因为心才领到伊。所以咱通知影讲，即个寡妇用着一顿的信心，来换来上帝3年6个月拢无欠缺。迄3年6个月，毋知要阁死偌侪人啦。因为发生的时阵，就遐侪寡妇啊，啊3年6个月，到即啥要哪过啊？啊，所以。咱通对耶稣讲的这个话是要互伊的会众听，伊故乡的百姓听讲，你看恁的祖先早前的先知安怎做惊神者，一个外邦的负责人安怎相信这个信心信仰？但耶稣伊是上帝的囝，来到伫百姓的面前，是要甲因挑战讲，恁有这款的信心无？啊，是只干一个，安尼照时间去会堂，啊做礼拜，啊去啊转来也无改变啦，啊都照时间去尔，无有生命的转变。啊，所以耶稣咧挑战因的信心甲顺服，因为伫遐就咱经历上帝的祝福。啊，所以耶稣伫即个会堂讲即个故事，
有伊特别的意思。佮第二个故事嘛，拢类似，拄好是以利亚的徒弟啦，以利沙。以利沙所拄到的即个吼，哇，安怎讲？迄对象佫较大粒。以利亚是拄到一个寡妇，但是以利沙是拄到一个将军。啊，所以要处理的代志佫较复杂啊。先知吼以利沙咱即个跳过吼，即我先知以利沙的时阵讲，以色列有真侪得到即个太哥病吼大麻风，但是即个大麻风迄流行吼，煞足侪人拄着，足侪人是真悲惨，因为咱知影早前的太哥病也是讲大麻风吼，就是感觉是一个传染病，逐个人无了解伊的破病原因，所以足惊吓，惊讲会传染，所以大部分大麻风拢会互人赶去到一个无人插杂的所在，自生自灭。若较好心的家内人会等物件互食，若定可能是一个山洞，也是一个窟。但是着大麻风是一个叙利亚的将军叫做乃曼。但是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讲，遐尼侪人拄着病痛，但是竟然得到医治的，是一个外邦无信主的将军叫做乃曼，伊是咧讲这个故事。所以你感觉有一个对比吼，耶稣在讲的故事拢有连贯的哦。第一个故事是以利亚去到这个寡妇的兜，寡妇是外邦人，先知以利沙拄着这个太哥病受医治的，竟然是一个外邦的乃曼。伊讲除了叙利亚的乃曼以外，无一个得到清气的，表示讲，因为这个乃曼相信、顺服。这个故事咱嘛会当好好来复习，因为咱记载的旧约真长的故事啦吼。咱这个重点是讲，乃曼将军，一个高高在上的将军，因为伊用顺服来证明伊的信心。所以圣经记载讲，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的时代，一人得麻风病，但是无人得到医治。所以原来是对敌常常咧攻打以色列的对敌军队，就是伊隔壁国的叙利亚一个大将军，伊无相像。伊虽然是一个将军，嘛是拄着大麻风病就对啦。这个故事咱简单讲，有一天，因为这个将军因去甲以色列争战的时吼，有甲因掠人来啦，掠人来做奴才，其中有一个查某囝、查某囝。这个查某囝吼，听见伊的主人得麻风病，所以呢，伊就甲伊的主庙讲，咱的主人吼，你敢要考虑看嘛呢？阮的国家有一个先知吼，足敖的哦，足有气力的哦，你敢要去互伊看嘛呢？互伊甲伊医治，就是好医就对啦。伊又讲，我的主人来咱去见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只要以利沙为着伊祈祷，伊的病就得到清气。咱这人病痛的时候，哪有机会拢要试啦？伊想讲祈祷简单啊吼，所以伊即个乃曼就讲好，迄是毋是偷偷去哦，是一个大阵仗去呢。这个故事中间佫有去找以色列的王啥会安尼，但是呢，伊来到以利沙这个所在，那想讲我是高高在上，佫是定定拍赢恁的一个将军。以利沙一定会以礼相待嘛吼，哇，一定是好甲我款待啦。无想讲以利沙竟然无出来接待伊啦，无甲伊接啦。这种对伊敢足无礼貌安尼吼，足无礼貌。所以敢若交代伊的一路卜，出去交代一句话尔。伊讲吼，你去阮的约旦河去浸浴，还是讲去洗身躯洗7摆？哇！一个有自尊心高高在上的将军即阵原来已经不得已已经来到
伊丽莎的门口，也无人要接我，啊，佮甲我讲去阮的河西，人讲伊迄个上去迄条线断去啊，哈。啊，阮苏里亚的河吼，比恁即条约旦河偌大个啊吼，啊水偌清气啊，你叫我来恁遮洗，啊我来你也袂我接啦，你也看人的自尊心。人的骄傲伫即个时阵发现啦，但是伊的部下伫即个伊咧生气的中间，甲讲一句话，互即个乃曼听会落。伊讲将军啊，咱的先知若是吩咐去做一件做袂到的大代志，伊毋是啊，伊其实请你去做一件小代志尔呢。啊，若会当互你得到医治，你感觉无要去吗？伊只是叫你去洗身躯尔呢，吼，也毋是做啥物做袂到的事啊。即句话说，点醒即个咧生气的乃曼，讲有影就对啊。我著为着要医治，啊，这先知虽然对我遮无礼貌吼，也无对我好咧，毋过是叫我去做即项代志，都也无困难啊。洗身躯洗7摆尔，所以乃曼就听伊部下的劝告，回心转意行到河里，照伊丽莎所交代，伫约旦河洗7摆。结果讲，伊的目复原，亲像囡仔遐尼幼吼，会得到洁净。现实话，你听到即两个故事，信心甲顺服，耶稣是啊特别提起即两个故事，因为耶稣伫拿撒勒讲即个两个代表旧约的事件，咱通即两个先知的中间发现讲，即两个拢是无下因旧约对上帝的信仰的共同点，因为主角拢是外邦人。耶稣甲伊故乡的人，甲伊共信仰的人讲的话，竟然是引用两个外邦因为信心有得到3年6个月，有得到医治的故事。这个甲咱启示什么？遐尼实话，咱基督徒吼，有时伫教会久，咱会感觉讲一切拢足自然的。颠倒你拄着困境艰难的时阵，叫你信心瓦靠，你会感觉讲，哎哟，这敢有影？但是当拄着困难，拄着病痛，伊就谦卑仰望。上帝呢，照着这个新约，向咱显明伊的旨意是甚么啦？就是你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但是你若无相信、无顺服，上帝嘛无帮助你。就亲像这个以色列百姓，耶稣对因讲这话，咧甲因提醒启示的时阵，因听袂落，啊甲耶稣赶出去。路加特别记载讲哦，因要甲车落去山坎的意思讲，哦，这个人吼，啊少年家来甲阮讲这是要刺激阮心，毋是？所以当一个信上帝的人，但是你的心若无拍开，你的念头若无改变吼，有时是做歹啊，比外邦人较厉害。咱嘛知影耶稣后来是互家己的这个百姓拍来甲害死的啊，来甲定十字架啊。所以咱也看，耶稣用特别伫路加福音引用足侪外邦人的故事。你也看，好为撒玛利亚人，嘛是外邦人。啊，所以遐尼即话，毋通讲我属于即个信仰，我属于即个教会，我就稳当当。你若无常常改变，常常甲主亲近，常常转化你的心思，有时你是受排斥的一个，你是受伫遐气杀的一个咧，就亲像以色列百姓。所以，甲以色列百姓做对敌的外邦人，因为因有相信，有敬畏、顺服，所以因受照顾。耶稣讲这个故事，拢开始咧开阔讲，上帝是全世界百姓的上帝，毋是敢若专属伫恁以色列。所以恁以色列
无啥物特别较厉害，是因为恁若无信心，颠倒输遮的外邦人。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读诗篇81篇，这是一句，真侪人爱背，啊，所以我用好合本，因为这段话好合本的话，咱大家念得足熟，就是咱爱期待上帝的充满。诗篇的诗人甲咱讲，你爱大大开喙，我就甲你充满；大大来开喙，我要甲你充满。听起是一句正面应允的话哦，吼！啊，圣经安尼讲，我是上帝，恁的上帝，我要带恁对埃及地出来，恁就大开喙，就大开，我就要互恁得到帮助。这是咱读的这个经章。你们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这段话是正面的宣告，但是后面的话是咧讲，恁无大大开喙啦，所以我就无法通甲你充满。这句话后壁面是安尼哦，啊，所以后壁面讲，无奈我的百姓无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人拢唔插我。你有想着讲，哎呀，上帝讲这话，印证着拄则咱听到。耶稣吼，伫讲这两个故事，啊，拿些来的百姓讲，哎呀，你讲这旧约的圣经你也无爱听，啊，所以甲耶稣赶走咧。安尼甲恁警醒什么？咱老基督徒千万唔通诚做无信的人，像啥以色列百姓。啊，经节咱阁复习一个，伊讲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恁的喙就大开，我就互恁帮助。后壁面是咧教示的话啊，伊讲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啦，以色列拢毋插我，毋听话，阁毋插我。所以上帝安怎讲，我就出在因心硬，互因照家己的所爱去做。我哪年啊毋望我的子民听叹我，以色列肯行我的路。兄弟姊妹，这话对咱有甚物款的刺激无？哦，想咧甲咱刺激安尼呢？兄弟姊妹，咱要行至50几年吼，迄老这欢喜是一定的啦。但是敢毋是咧甲咱提醒，我这个至宝贝的上帝，50年来上帝安怎恩待咱的福音教会？啊，当上帝讲，你就大大开喙，我就要甲你充满，我是要大大恩赐互你。啊，毋过毋通学上帝讲后壁的话啦，讲毋过我咧富强的百姓吼，拢毋听我的话，拢毋插我，啊，只是咱真正走无路啊咧。吼，我迄讲听到咱教会吼，的长老咧讲啊，伊讲吼，咱毋通50年过吼，富强靠差要去拍卖，我讲哇，这声讲了伤大，意思讲吼，毋通无警醒啦，毋通无认真吼，互上帝弃绝啦。你看，上帝安怎讲？讲我就出在因心硬，互因照家己的所爱去做。所以50几年是照着真多的聚会活动，就是要去做，要恢复，要唤起咱迄对上帝的信。就亲像上帝伊嘛，毋是讲吼安尼拢足绝情的，伊后壁13节讲。我偌年啊，毋望我的子民听叹我；我偌年啊，毋望咱富强人听叹上帝。富强人要行主的路，这是咱一个真要紧的吼，真要紧的事啦。啊，咱兄弟姊妹，诗篇的诗人安尼讲遮话，互咱有一个学习，讲咱若无听上帝的声，咱就无法当顺服上帝。上帝对伫伊的应允是。袂实现的，对，袂讲啊！我讲的无算数，所以你有听，你就顺服，上帝伊就应允，这是一个公式就对啦吼。过来，嘴里讲相信主的人，无听也无信上帝的话，所以地高上帝无法当显现伫咱中间。上惊是这，嘴里讲啊足好听，但是吼一点仔打击，一点仔挫折，你就对上帝怀疑啊。啊！你就亲像耶稣咧讲这道理，互伊的故乡的那些人听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无顺服就是死的信心的另外一个名称啦。讲你无顺服，
你对信心是死的啦。所以对顺服的对象参与一点仔杂质，就毋是全然的顺服。上帝作为也袂当完全的遵行。当今仔日，牧师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啊，这是旧约。佮另外一个同款一个经典的，就是耶稣另外伫新约所拄到的这个故事，就是马大。咱则出名的这个马大，马大伊的信心的旅程，嘛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学习啦吼。咱圣经记载讲，马大的小弟列撒罗因为破病来死，伊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迄中间的信心的起伏转变吼，信心的起伏转变。事实是，列撒罗破病时，马大因就赶紧通知耶稣讲：“你敢会当来赶紧甲阮小弟看一下，看会当吼救伊啦？”但是咱圣经有记载讲，耶稣也无讲坐救护车吼，也无坐紧急的赶紧去啦。伊嘛是照伊的计划吼，照伊的路站行啦吼。所以吼，这个马大吼，哇，挡袂牢啊，挡袂牢啊。当伊看到耶稣的时阵吼，家省就埋怨啊咧。意思是讲，我平常时甲你关系也好啊，我甲你叫啊，你拢也无去插我，所以伊讲这个话有点仔讲无睬我咧款待你啦。所以讲主啊，你若4天前来遮，伊佫特别讲4天，表示讲阮小弟已经4天，咱要吵起啊啦，死4天啊啦。讲你若4天前来遮，我的兄弟就袂死。你即句话有2个意思咧，伊相信耶稣的医治，但是伊感觉耶稣无尽心赶紧来甲伊医治安尼。所以伫这个对话过程中间，耶稣用信心的话来讲，因为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都较袂死。这就产生一个差距。其实，今日基本咱拄则对，以利亚、以利沙，佫现在这个马大，你有想到一个共同的意思无？这3个的故事，若是照你照我，大家人伫咱理智上，伫咱的认知的顶面，拢是无可能的，对不对？哪有可能面粉甲油食袂了？哪有可能去洗身躯就马方便就好？哪有可能小弟已经死去，带入梦内4天啊？耶稣讲你的小弟会活，这个拢是一个咱若要用咱一般的观察是讲足极端的、足困难实现的。但是啥呐？圣经要记载这个故事，上帝就是讲，连遐尼啊无可能的事，我拢有法度通成就。那安尼，你的信心免拄着遐尼大的试验，你敢无吗？意思是安尼。所以咱故事是真长，咱有闲去复习啦吼。但是咱当小可来了解这个故事，讲耶稣已经知影列撒罗会过活。所以当耶稣到伫梦城的时阵，讲耶稣哭啊，耶稣哭。有人拢会甲解释讲，耶稣都毋甘即个少年囡仔列撒罗，就少年就破病死。但是有个圣经解释讲耶稣其实毋是为着即个列撒罗好啦，因为列撒罗伊知影伊会活嘛，那会着为着伊好。伊好是因为当时的马大甲玛利亚无信心，信心不足来好。当然，这2种解释拢会通啦吼。总是讲耶稣对这件事，对你马大的反应，因为咱若对遐对话有知影讲马大一直在挑战耶稣，一直在埋怨耶稣，一直在见怪耶稣。你都有法度，咱会无爱来安尼？所以人若无信，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啦。耶稣咧对伊讲一种信心的话，马大是咧对伊讲一种常识的话。耶稣讲的是信心，马大讲的是讲我看到的，世间都无人有拄到即款代志啊，过身4天啊，打要安怎？所以等于马大忽略耶稣的心意，伊要赐予相信伊人上大的幸福，但是耶稣感觉真痛心啦，来责备。所以耶稣才讲一句话，耶稣讲：我毋是对你讲吗？你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伊是对马大的一个指责咧。好佳哉，马大甲玛利亚因为看见耶稣安尼遐尼多激动，咱圣经无记载几遍耶稣生气，也是哭呢。伫遮耶稣
流目屎，耶稣哭，因突然间醒起来。当然为着小弟无去急，一定会啦。咱若人拄着拢会安尼啊，足艰苦的啊，所以会讲气话但是伊看见耶稣后，煞精神改变。马大因改变因的心意，为着因无相信耶稣来悔改，所以因选择最后是选择信心啦。这段话，因改变心意，选择了信心。意思讲，伫这个过程中间，也是马大、玛利亚因一个信心的起造的过程。拄着是一个足严重的事件，来互因得到信心的功课。所以圣经安尼记载讲，马大因讲：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顶甲一个故事讲到最后，马大伊用这个话来印证伊头前的无信，也是对耶稣的指责，也是怨叹。兄弟姊妹，这是何等互咱警醒的讲述？因为圣经讲，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相信就是爱相信，信心甲你的行为有三配合，来证明咱的信心嘛，证明咱的信心。兄弟姊妹，咱长老教会创设者叫做加尼文，伊有讲一句话，讲信心就是目睭刻刻认真听，佮跟对，上帝要爱咱全然的顺服。意思讲，我安静，我谦卑，我要聆听对主的话。第二个是用咱出名，第二历史大战时阵出名德国的神学家也是牧师潘霍华，伊讲信仰是顺服主的命令。信仰，你有顺服无？顺服主的命令。一个现代牧者叫做麦戈登牧师，伊讲顺服是开启每一扇门的锁匙。顺服。迄个信心来实现安尼，兄弟姊妹，在拄则咱咧敬拜赞美的时阵，咱的施宝老师伊是带导团队，咧邀请讲，咱明仔载开始就是40天的连锁祈祷，连锁祈祷。这突然间伊咧讲一句话，想着讲，以利沙所拄着的。也是耶稣所拄着，迄拢是拄着遮尔艰难的事，因都到最后虽然有一寡挫折，毋过因相信对毋对？伊顺服对毋对？但是若上帝甲你讲，我要大大丰富供应你，你来参加40天的祈祷，你感觉这有困难无？迄甲讲，拄着家己小弟无去啊，拄着无面粉、无油通食。拄着嘛方便叫我去即个约旦河洗身躯，40天的连锁祈祷是上帝予你一个锁匙啊！你有顺服无？你有愿意无？我昨昏个特别甲咱两个单位邀请，我讲咱上年堂客，大家拢去签一顿。我讲上好是今朝搁祈祷啦若袂当我都拢爱。食物件爱食药袂要紧，毋过你爱祈祷，无紧才爱祈祷若上好是讲，我3顿中间，一礼拜21顿，我1顿禁。剩的我嘛会当祈祷啊。这张祈祷单伫遮，你家业伫圣经圣诗安尼这张单伫遮。我就时间到我就摕出这张，礼拜日的早顿，有2点，礼拜日的中昼顿有3点，我就为着这个祈祷你有禁食较上好，无禁食祈祷，这嘛是上帝所欢喜的。我意思是讲，上帝会因真侪无共款的恩典赐福，但是伊敢若要求讲，你有要顺服无？若比较咱拄则讲的迄3个故事咱做伙来同心联手祈祷，这是一个足简单的事约书亚。第1章第8节，伊讲，这律法书都爱常常伫你的心内，忍袂毋通放开，互你通遵守我所讲的这律法的话。那安尼就要互你行通一切顺利。
这是上帝对约书亚所应允的。顺服确实无简单，因为有时你是用你的常识、用你的经验、用你的自尊在判断这样代志。啊，若无，我若先知影讲后壁有遐尼侪好的事，啊，我顺服就无困难啊。啊，所以其实是咧对你的骄傲争战，敢毋是？是咧对你有谦卑来争战啊？是咧对你有交托无来争战啊？有一个小故事啦。讲征服人生的圣母峰。美国一个出名的登山家叫做吉姆·惠塔克，伊成功的故事中间有一个小故事，讲伊这个团队为着要征服圣母峰，就是咱知影讲啊，这个世界上悬的山嘛，8000几公尺，伊就来到伫尼泊尔，咱知尼泊尔就是个圣母峰的下面嘛。伫遐做登山的训练，严格训练，这是一个登山的人啊，要爬山的人袂当欠亏，特别迄个氧气无够的时阵，你爱伫迄个半山遐先操练你的呼吸就对啦吼。啊，这个是这个登山家吼，惠塔克。啊，这是伊登到圣母峰翕的一张相哈，一张相。啊，他。这尼泊尔吼，拢有迄个向导向导吼，就对于这个爬山的人讲话啦。你甲伊讲我要安怎甲你引带？伊敢若讲一句讲，恁若是要爬起你到圣母峰登顶吼成功，恁爱信任我，爱对我。吼，这个尼泊尔咱知影遐有足侪迄个登队的人吼，足好的向导呢。啊，毋过这个队员吼，听着讲，哎哟，这尼泊尔的向导吼，还佫也无高强大汉。伊讲，哎呀，这个无大脑啊，吼。阮这阵是为着要征服圣母峰吼，迄严格我训练偌久的，啊，叫我都爱对你，啊，所以呢，讲你是一个登山的导游若听，啊，叫我要相信你吼，啊，实在是无可能的事，骄傲。啊，所以因骄傲无要听导游的话，但是只干这个惠塔克，这个登山家讲，我要爬上山顶，所以我会全力来配合。结果吼，最后就是讲，只有相信这个导游，这个登山向导哈，啊谦卑军队伊的惠塔克来登山，其他的队员吼，毋是因的体力无够，毋是因的装备无够，因为伊都无熟悉这条山路嘛。啊，足侪人拢出道，啊，无就足侪人吼到顶悬吼，啊有出状况就对啦。啊，所以因为有顺服，这个惠塔克成做美国历史上头一个征服圣母峰的人。因为伊谦卑，伊知影我有专业，但是各人的专长，这个向导是我要军队的，啊，所以会当登上。因为即位，当相信主，就是有谦卑的心，骄傲的心袂当。全然来信靠主，谦卑的人无会靠家己的思想甲判断，啊，你家己的想法、家己的经验无共款，是全程的仰望。兄弟姊妹，咱结尾来讲，信心甲顺服，搁加上咱的行为，就是交托，是伫咱的信仰生活中真强调的要素。信心、顺服，搁交托。因为你若有足侪代志自身你家解决就好啊，就是因为你知影即个代志毋是你解决得起的，啊，你搁无信心，搁无交托，安尼等于两项拢无。所以靠恩典生活的人是信靠顺服主啦，将你的重担也交托互主，紧紧来军队。所以兄弟姊妹，伫世上生活的人，有诶过了真艰苦，但是有诶人足平顺，是毋是好事拢出自你身上，啊我无咧？毋是，拢是因为你信心有够。偏偏一个人因为有信心、有交托，伊过了足平顺；有个人就靠家己骄傲，也是靠家己的聪明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廿子50几年，我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富强人，拢会当用信心、顺服甲交托来经历上帝的荣耀。咱是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啊，所以咱另外一个邀请就是讲，兄弟姊妹，将你信心的故事，将你祈祷得到应允的故事，要写起来，写作见证。这是祈祷的手的邀请。
所以勇敢将这事记在你的记忆内底，也正做咱富强教会一个足重要的资产。就亲像设立法的官府，亲像乃曼，亲像马大，因安怎经过这款的信心甲顺服，咱所拄到挑战，无可能比迄三个较大，但是咱的顺服要应允，看见上帝应允伫咱中间。现在咱要吟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的信心若无定，是一种祈祷的诗。咱来吟首诗歌来回应反省咱伫上帝面前的关系。573首。第一吟，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事魔鬼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告诫，伊要牵我手。第二节咱较紧小看来，我的听心嘛地硬，伊要牵我手。因为我心无坚定，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告诫。伊要牵我手，第三节，耶稣看我做宝贝，伊要牵我手，伊要带我到路尾，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告诫，伊要牵我手。兄弟姊妹，咱常常有信心无定的时阵。咱知影有主要牵咱的手，有时魔鬼的搅扰引诱，互咱心灵倒退。但是咱会记得伊要牵我的手。兄弟姊妹，咱伫这个讲道的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家己甲主讲，主啊，互我无拄着亲像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圣经这个故事所拄着遐尼大的征战，但是帮助我有信心来顺服，因为我若交托。就要看见上帝的应允，除去咱的骄傲，除去咱家己的常识的判断、那个理智，是咱确信主的应允无落空。求主来启造咱这款的信心，互咱经历到一项搁一项主美好的应允甲成就。第二项，兄弟姊妹，咱为着教会要迎接50几年，求主来启造每一个单位机构。互咱拢经历着上帝的祝福，互咱富强人成做一个见证信心所得来上帝应允的教会，求上帝亲自来保守咱，就亲像耶稣甲马大中间的对话，马大最后甲应允应主耶稣讲：“你是上帝的囝。”是对上帝遐所来的。兄弟姊妹，最后咱为着咱所认捌的亲人兄弟，咱为着可能有兄弟姊妹亲人因信心倒退，因感觉来教会是重担，来聚会无意思，拍击
因的心。咱求上帝搁一遍来兴起因的热心，互因毋通离开、放弃这位应允的上帝、大权能的上帝、祝福的上帝。咱也为着拄着病痛兄做祈祷，愿上帝亲自赏赐医治、怜悯甲平安伫因的身上。咱大家无论开声无开声，同心来为着这事来献上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阮大家不受信心所看是阮属哦，不是阮所做伫你面前领受你的祝福恩典，愿被上帝亲自应允，啊，阮看见上帝你的祝福满满伫阮头前。虽然头前是坎坷，头前是困难，头前是压榨，总是上帝，阮看见迄个上帝你的应允，阮因为顺服带来祝福，感谢落你。阮将病痛兄弟交托你，愿你圣心亲自高修。亲人朋友中间，有的人冷心倒退。有的人无愿意到这主面前，求你亲自怜悯，感谢落你。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做伙学习信心的功课。主啊，我的信心，若是因为看见迄个看袂到的，阮搁较因为明明知影头前的困难重重，总是阮选择要顺服，阮选择要信靠。因为阮知影，阮的交托就带来上帝你的改变。3年6个月无落雨，甕内的面粉无减，板年的油也无减过。顺服落伫约旦河洗身躯，皮肤幼稚亲像细囝。耶稣应允列斯路的确要活。虽然已经4天，总是耶稣路是对望出来。主啊，这么水的见证，这么上帝大权能大到阮袂当想象的。主你只是爱阮顺服，照你的教示来行，遵传你的话，帮助阮无骄傲，无用自高来拒绝这款的应允甲听头。被上帝帮助阮，富强人，成做一个信心倚靠、交托、顺服美好的见证。愿主你赐福伫阮所有兄弟姊妹中间，年老的、中年的、壮年的、少年的细囝，愿阮拢经历这个美好信心的功课。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咱三甲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
请坐。本月金句，请大家献到周报最后一页，咱做伙来读本月金句。做伙来，耶稣甲因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约翰福音第6章35节。报告，周报第2页。后礼拜的主礼是詹牧师，司礼是杨中和执事。周报第4页。本主日是大斋节第1主日。大岛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祈祷，时间是3月青10到4月18，邀请每一位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会当到1楼的公报栏登记。第2点，本会第1季的总值甲首长联席会议伫3月23日要召开，请同工备办心做伙来参加。第3点，本会伫4月20个偌济主日要举行圣礼典，欢迎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踊跃来报名，嘛鼓励要参加洗礼的兄弟姊妹伫3月30以前会当完成报名。第6点，阿东集团甲加拿大 Smile Theatre 合作，伫3月22号透早9点半，要伫本会内演出《金斧头》甲《纸袋公主》2出福音的戏剧。鼓励兄弟姊妹会当楼顶招楼骹，阿爸招阿妈，厝边招隔壁，做伙来观赏这个戏剧。第7页，奉献精神，请大家家己来注意。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家己来看。咱请牧师补充报告。招楼顶楼骹，大家来参加吼。毋若是干那来看戏，爱参加祈祷，禁食祈祷吼。来，3月初10明仔载开始啊。牧师有特别伫周报内咧报告讲是安那40天吼。咱的祈祷40天，甲原来迄个教会历的40天有点仔无相像啦。因为咱传统西方的教会定即个四旬节，也是讲有苦期，也是大斋节，这名称足多，因为各教的教派无共款。伊的定义就是讲，伊甲迄礼拜日扣掉啦，有6个礼拜日，咱对今仔日开始。6个礼拜日扣掉，所以40日。但是咱是连续的，礼拜日嘛算咧。所以对明仔载开始有40天的连续禁食祈祷。牧师邀请拄则牧师讲道时讲着讲，我有招咱的少年，招咱的青少年提摩太。我讲，咱有时会互迄个禁食怎惊着？讲这恁的代志我无参加就无代志。咱即马改变一个思维，上优先就是。我有禁食，阁有祈祷，但是你也无可能逐顿拢禁啊。但是我禁即顿，但是其他的时间，我若时间会好势，我拢摕即张单放伫我的夹伫我的册，也是讲我甲翕起来，伫我的手机内底。然后我明仔载拜一中昼，我随看拜一中昼有2项祈祷，我就短几分钟祈祷嘛是足好。若你会当，你的身体会使。禁食这是上好，意思讲禁食甲祈祷这2项会当刷落去，然后你若干那禁食，不用其中的一顿，但是毋通讲这顿我祈祷了，剩的我无代志，嘛会当，哪会当时间会好势吼？拢一日有3遍的祈祷，你甲这祈祷拢放伫你的祈祷中，我相信这个亏力就愈大，因为上帝爱看咱逐个人同心的祈祷。咱的教会吼，请会记咧哦。咱的教会，咱会讲感谢主，互咱经过50几年吼。咱的礼拜堂去了遮尔好势，昨昏阁有人来甲咱参观，讲恁去10栋外，哪阁遐新？这拢是恩典。
但是请会记得，这是有一群兄弟姊妹，大家同心祈祷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期待咱继续这个美好的这个真好的传统，请会记得，我就咱的上年，就咱的青少年讲，虽然我检查无方便，但是我嘛要祈祷就甲签名落啊，牧师袂去检查你有食无食啦，你有祈祷上帝就欢喜，好无？所以等下礼拜煞楼骹足侪假啊，互你签来参悟，我想参悟是搁较重要另外我有看见咱即个拜五的祈祷会因为暗时啦，咱长辈较少来，但是咱今日周末嘛，搁甲咱提醒讲，望咱会当参悟伫祈祷会中间所以会当拜五暗来祈祷，咱听见报告讲，顶礼拜五咱101个，咱的祈祷会已经超过100个，这是足好的记录咱鼓励搁较侪人来，即马天气愈来愈好来祈祷会煞8点半尔，转去搁足早的若真正时间袂好势，交通无方便，咱第二个选择就是礼拜早起，拄则咱8点40开始祈祷敬拜，祈祷敬拜，煞落去做礼拜，安尼嘛是足好所以牧师不厌其烦甲咱邀请安尼过来拄则有讲起着要报名迄个洗礼咱提早报告就是讲。过偌济4月20要洗礼，但是爱3月底都来报名拄则咱讲迄个即个表呢迄有迄个签名表伫遐拄则祈祷迄过来咱是文道学校可能有真侪兄弟无注意到报名伤少人咱望讲会当报名有够额的量数来参加所以咱请小组长鼓励遮个兄弟今仔日就开班毋知人数有够无啦毋过。主要是讲有人继续参加这个自救训练这是文道学校第二阶段进阶的复赛班过来是这礼拜开始就是开始有加纳太书查经拄好咱进入这个四旬节大斋节拄好来读圣经上好是2场一场是你时间来好是拜2早起10点，第二种是拜3暗8点，由詹牧师要甲咱带加纳太书另外，咱即个就是已经第一期开始第一拜开始第一节开始就是咱会邀请孙宝玲牧师来甲咱主领10礼拜即个约翰福音研读真好的讲师有来参加实上最好早拜四有差不多20几个来啦看会咱冲到30个无看较侪人来参加咱大家踊跃即礼拜。拜四暗是6点半较早食暗顿就来上课拄则咱的主持伊这莫怪伊是即个运动搁参迄个带运动的教授啦请咱大家较侪人来参加，因为这是传福音一个趣味的故事搁是双语的所以你的厝里若有幼龄即个。大班以上的拢会来听，来参加，介绍别人，介绍别间教会，伫即个3月22早起9点半爱入场，9点10点开始演出，听讲是点外钟尔所以袂讲拖介久过来，咱主持佬嘛有一个演戏就是过来3月几号？咱的即个日伤细日我看一下就是主持佬3月29。慢一礼拜有那是拜6 10点要演出一出戏叫做富强彩虹剧团咱嘛要演戏咱学习着。过来一项就是讲咱青少年有一个真好的见证的聚会，就是过来拜6就是我会记几啊年前捌请过即个日本乌道的老大伊乌道的老大毋是要去选立委要趁钱的，伊是来做牧师传福音，差遐济是日本迄足大尾龙马来信耶稣，伊要来咱教会做见证，所以请鼓励较侪兄弟来听虽然是青少年的聚会，毋过伊是翻译嘛日文翻译做中文所以鼓励较侪人来参加，招人来听较袂讲干那青少年领受着足无彩所以拜6暗一个陪灵会请欢迎大家鼓励来参加安尼
好啊。最后牧师要报告就是讲，今仔日吼，咱的爱餐有恢复啦吼，啊，请大家踊跃来参与。啊，搁有就是咱中间周报报告着讲有2个会友的关心的事，第一就是过来拜六吼，拜六就是咱的张正义老师甲慈恩牧师的大汉后生，叫做裕民，啊要甲高雄的庄友家姊妹。伫高雄德成教会要举行婚礼，吼！啊，咱为着因带到虽然较远路啦，有一寡代表要去参加，总是咱为着即对新人吼来献上祝福，愿上帝恩典甲因同在，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另外一个也是咱需要关心的迄个家庭，就是咱一位邱清如老师，吼！啊，伊的负责人就是陈凤珠姊妹，啊，伊伫3月初2来蒙主恩调。64岁吼，啊，要升伫拜5，就是3月14下晡先做日暮火化，啊，要伫后礼拜日的下晡2点半，伫咱教会来举行追思礼拜。啊，你甲洪主这联络的时阵，伊讲真望讲伊先生个别是伫咱教会，是因为洪主这甲清如老师伊的家族拢无信主。啊，算个住伫较乡村吼，足传统的即个民间的信仰，因真望讲来遮做礼拜，会当来明白，来了解讲啊，阮的亲人伊是安来信耶稣，啊，佫遐尼坚持。清如老师抗病吼6、7年哦，但伊乐观有信心，真互人感动。望讲透过即个个别式温馨。音乐、追思，啊，互伊的家族也有机会通接触教会。啊，所以我真期待咱兄弟后礼拜下晡2点半，若你时间会使，咱到中昼食饭饱吼，啊休困一下啊，参加即个礼式了，才转去。啊，互即个家庭知影讲，哇，恁教会哪会遐和谐、遐团结啦，吼啊，即个个别式啊，大家也无啥物亲情关系，恁遐侪人比阮遮亲情较侪人，迄种感动就出来啊。哦，咱知影讲。教会真侪拢是婚礼甲丧礼吼，有真侪未信者入来教会呢。啊，望讲咱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咱有圣歌队，有小组要参加献诗，啊，若较侪兄弟留落来吼，2点半后礼拜2点半，甲这时间甲咱报告，咱来结束来交换咱的书会。上营，请大家起立，做伙来唱上营的诗歌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诗歌了后，请校牧师祝祷。阿罗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生塞，伊的万民，永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十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咱别倒，圣歌队唱祝福的诗歌，咱再来结束。请坐。